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里就是形，情形的形。这个形就是实体模样，像咱咧讲地形、情形。另外，台语的形有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形容鸡卵的胚胎，像咱讲照看卖啊卵有形无。另外，佫会讲到线形的卵是未出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线形，会当讲是卵无形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。做懒死、做两光、做线线、无头神，做代志无周至。第二个词，它做形体，会当讲是一个人的举止，嘛会当讲是一件代志的形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看伊迄个形体，就知影讲伊的个性足线形，做代志无可靠，实在互人足袂放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